俗语讲了好。大林哦，有好啊！这么是咧，创啥会？马上咱开封府咱包大林就要办哦，咱这个哦，原来上大一个案件。你安尼大家伫遐咧嘻嘻哈哈呢？大林创啥会？大林，你先开始呢？是我吗？看到迄笑跟你讲，那你来北剑，你一直你自扣。哦，对个。我家己先修理家己。好，我跟你讲，咱若叫外口人看到吼，讲咱吼，这衙门内底官府的人安尼吼，电销6点无正经，安尼袂使啦。迄出去咧江湖边咧讲徛起啦。较严肃。大林要来，叫你，向着正面看来，叫你徛我，来，吼。有听到声尔，人仔要惊你个。我跟你讲，伊内面咁样，即摆自头至尾拢在讲台语，对唔对？对。这条歌，迄内底歌词写得非常的复杂，起起落落，峰回路转，迄用国语又足歹唱呀。系啊，我看要哪唱，我跟你讲，啊，唱台语啊，一人一支，这支你举咧，这支我举。伊即摆若唱唔对，你就扒落吼。啊，即摆吼，即摆也唱唔对吼，我这个你背我伫个，你惊啥话？伊即摆唱唔对，我就要为平安甲关落。哎呀，安尼知无？知无？嘿啊！大林来了！开封，你想要创？你想要创啥？无啊，我问题来，我唱歌你明一个一支伫遐拄啊！我听好时机。听时你要徛在我头前啊！我等你在人。好，你大林来，大家旁边的，真走落去。来去啊！来去。开封有一个包青天，水哦，提名无数，变中间。大林，但是安尼念是台语无唔对啊，是吗？但是用台语念就真怪怪。咱这是官府该在讲迄个代志。唔是啦，全部咧办遐个代志啊，所以才继续唱来，继续来。江湖家来相助，忘掉甲满在身边。这个歹唱好。当天气心经如愿，天地数气消。你那袂拍人喷诶？我今日收大工，咱就爱连工才搁录嘿。无你唱我听。无啦。测地数你唱。踢地气啊！踢地，嘿啊！我踢地来甲你哦，做一个朋友。现在是踢地吗？啊不，老师，迄个踢地，唔对会喊落哦。我唔知官府来这个老师是管理员吧？虽然平常时非常敬重你，请你好咧讲吼。踢地数，对安尼讲嘛对啊。啊，踢地数唔是踢地气，还是警政署？气甲厝拢会使啊。我尊重你，装山去铁比新棍，阮讲起新秋不还，银魔起一心是大。一个惹了起，二个金兰，七劫甘我意，流传在民间。唱歌咧，别跟我变台语。来，王调马汉赶紧徛好。有请大林。来人啊！是。有人，你想？我想，我已经在遮久，你唔知？我唔知你想。我隔壁送便当阿孙啊。送便当为何无过早日要不衙门创啥话？不过大林，各位亲爱朋友，我自自细汉我健步如飞，下午每一天早起起拢来夜剑，剑法高超，我日定定咧溪边啊，看到遐鱼啊，日流离上。有一天我咧下学读书的时阵，看到迄水缸内底有一个囡仔落去，我赶紧摕只石头，就来甲水缸甲合落去啊！结果迄个同学，迄个石头伤大粒，
喊一空天30外点，我就是正三劫五义当中上主要的角色人物之一，南劫人称典护卫。好，你著讲三甲点后位，南甲点后位，你讲头前个老长，什么弄，什么一个囡仔抱着水缸，你摕石头甲喊落去，你做事是白刷的。无啦，我听你讲完啊，启禀大人，出来，咱这公务人员哦，照你讲吼，8点就要上我班啊。别问你咧，啊，别问我，你点招哦？点招哦，小等我。喂，创啥？要点倒一招？我是咧问你的名是毋是叫做点招？是，在下点招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对我讲8点安怎？不是8点上班公务人员，照你讲要签到的。啊，咱即马9点半，你即马要创啥？即嘛9点半嘛。嘿啊。今天无人来结果新闻嘛？啊，我来问看卖啊，这个包大人开始办案，啊，有这个冤屈的人，请这个审冤。敢有人来？有啊，喂，有啊，冤枉啊！好，无要跳啊！哎，请问你是做些点头啊？睇下，哦，不是，我来看下你行到遐常要放炮啊！冤枉啊！来，跪下好人。报告，报告董事长，什么当处长？冤枉！喂，叫大人。哦，启禀大人，在下是黄鼎庭、烈鼎刑、黄鼎辉，外号南港刘德华。有何冤屈说来？启禀大人，今仔日我是要来告我的师傅。你是告你的师傅？是，我的师傅，伊欠我5年分钱。哎呦，好，团比哥。团比哥，团比哥，团免团，你师傅就是我。安尼，案情先做安那说来。阮师傅我讲，我若生囝，伊会帮我付5年分钱。结果我生头一个时阵，伊真正付；尾啊第二个、甲第三个，伊拢无付。你有啥要辩解？好志庆，师傅只是甲你鼓励尔，你个人如此的拍拼，即摆生较济话，我是有才调你了，你即摆要生几个？好，好，无要紧，这条我无要告啊，我告别条，也个有，我告别条。说来。大人，前几天我有去掠铃，结果我掠铃的时阵，我规身躯的钱拢去用洗去。去用洗去，莫非你是去泰国洗？不是，我去用2个查某人骗钱。这款的代志，看我这个来人啦！是团比哥，团比哥。小姐，他那股停在外口，是这样叫你晒你来。我是人，哎，我是人，你是人哦？系啊，我从迄台公车遐大台，你也晒你啊？是冤枉啦！都是因两个，来，原告代志如何发生，照实讲来。启禀大人，迄天我去因遐掠铃，结果去来就给我掠，尾啊伊就掠着我的龙可能是念着龙尾，结果佮讲我身体无好，爱甲因买一寡补品，身体才会好。结果伊就串动另外迄个人去买，伊就倒一杯茶给我啉，我啉了规个人就昏去。等我醒起来了后，我的卡去用撸30几万。哎呦！你辛苦无吼？点去。对啊，
恁这两个面女心大胆，也敢趁人客，无主的心该女掉30万，该当何罪？来，我来演互你看，你讲的情形，你来演互你看啊！是安那你倒来，哎呦，哦，车遮大力，你拍好好，你拍好好啦！哎，迄讲的模样，嘿，我就安尼，该你，结束了后，伊就家己摕卡去结账。你讲白贼，我哪有啦？白贼大人，无，讲白贼无啦，我弄啦，无，我就安尼啊。本来就是安尼卖啊。哎，主 Q，主 Q，主 Q，你是要做几个？因为你讲话啊，我无得打伊，只好打他。你无代志，谁叫你去消费？看得贵，来，无紧，有证物吗？本户才有证据。你不要来回家啦。因为姑娘是。迄台拖拉机，我问你，阿紧，好，这个地啊是不是你的？是啦。哈哈，是真好，你也快点来辩解。哎呦，这钱无代无志，你的地啊，这钱都是你骗来，专门做这款骗人的工课。你这款的行为，这款骗人的，真正是15支拐啊，牙双手。还有第2句俗语，请了。大人啊，运动啊，迄工代志是安尼，我演互你看，你对啦，你拍咧！你讲我就抓，了后，伊结束了后，伊就摕卡去结什么叫做伊结束了？好无聊。你讲白贼，你无结束的，讲白贼，你是安怎判断伊结束的？好不结讲我清楚。讲我清楚。好不结束，不结束大了。林，这只真正要抬足久诶。袂使，讲白贼啦！无啦，伊就安尼，家己摕去啊。我无录啊！无要紧，无爱承认无要紧，本户证明这地啊是不是你的？去，证据充分，这钱哦，就是证明你对这人去身上骗来的钱，你这款骗人的行为，真正是18家啊假定。喂，我这款骗人的行为叫做15支拐啊牙双手，这第一句。15支拐啊牙双手，第2句叫做18家啊假定。假定，这是假定是啥？假定，这真正毋捌听过。来，认为迄是第一句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啱举手啊！恁三个讲到第一句叫做15支拐啊牙双手。 15支拐啊，我是感觉讲伊牙拐啊，哪会用牙双手？哦，相合的意思。嘿，哦，哦而，且佫15支，嘿啊，伊15支，对，这边咧讲，这边咧替伊解释，但是竟然毋是这个。因为我两句拢看无。我是看你无举手，我对你的呢。 18哎呀家，钟兄兄，我给你害着咯。 18家假定真正毋捌听过。以你的认识，你感觉这是？因为吼，我听到家长伊古早，我听过汉字食个饱。吧？嘿，讲到恁讲我带恁妈，恁讲我恁讲我钱真多，恁妈嘛真多。恁讲我恁讲我操恁家恁妈的大口袋，喂，无啦，因为迄家长较早迄个无，甲里长共款，迄敢若拢是一个哦一家行政，富甲一方。因为我没有唔捌听过讲，讲国语，因为吼 because，迄个18家啊，什么意思我唔知影唔。知吼，唔知我见咱来请老师来解答一下。有请来，头仔讲到15支管吼，啱啱问到这个问题是安要15支，因为15支要2支手要分吼，分袂平拍到29暝吼，所以上尾一边压7支，一边压8支，所以一边7支，一边8支，合做伙变做7拐8拐。15支管啊压双手，后壁就接7拐8拐咧，就是骗东骗西，同拐龙拐骗的意思啦。啊，另外以早日本时期吼，10户是叫做一家， 10号一家。啊，管这10户的人叫做家长。哦，啊，若10家就一保保证。保证，对，所以保证是管100户。啊，若普通来讲，一条街啊
做20-30户，啊，你这个人吼，你家长尔应该管10户就好，结果你管到18家，条家拢你管的，管真正太宽住伫海边啊，管伤宽，所以阿公娶某家婆啦。那这样看起来伊是讲怪，所以应该是15支管啊牙双手。哎呦，好朋友吼，看一个怪安尼吼，又对又对，安尼，会讲我较早迄个像诺因阿公就是保证，哦，嘿啊，啊嘛是甲7支快8支怪，诺才有赢啦。哦，喂，哎，不管啊，有两个来拍拍看的这世界。